本宮喺呢個深宮入面留咗40年，咩大風大浪未見過？你以為悶到本宮 ？OK 喎，呢個效果。今日我哋嚟測試下 Voice CPM 嘅 TTS 嘅語音合成，主要係測試下粵語部分嘅合成效果，究竟 O 唔 OK 啦？因為粵語嘅 TTS 目前嚟講感覺都係強差人意啊，好多合成效果都好麻麻。咁呢個 Voice CPM 咧，號稱好 Q 勁咁樣，又唔知嗱，讀下佢特性俾大家聽下。支持30幾種語言嘅合成，音色設計，自然語言描述嘅音色設計，可以憑空創建全新嘅音色，無需參考音頻。呢個好似好 Q 勁喎，仲有可控聲音嘅克隆，極致克隆，仲有高音質嘅輸出，用語境感知合成，呢個都唔知係咩嚟。支持嘅語言有邊種呢？中文、英文、法語、德語、意大利語、日語、韓語、馬來語、西班牙語、瑞典語。中國方言方面，四川話、粵語，最重要係支持粵語。咁有吳語、東北話、河南話、陝西話、山東話、天津話、閩南話。今日主要嚟測試下佢嘅粵語嘅情況係點樣。呢度有個在線體驗嘅，點擊佢呢個 Hugging Face 嘅在線體驗。咁佢仲有一個係呢個官網體驗。好啦，睇下佢啲示例先。中年老女性，聲音低沉，音色度，哇！呢條友一環轉多嘅音色都係咁 Q 咩咁生性。好啦，聽下 O 唔 OK 先。哀家在這深宮待了40年，什麼風浪沒見過？你以為瞞得過哀家？相當唔錯，不過呢個係普通話，我要嘅係粵語。睇下點樣改先。好，中年女性用粵語，好 OK， 再開始生成，繼續聽。哀家在這深宮待了40年，什麼風浪沒見過？你以為瞞得過哀家？點解仲係普通話嘅？中年女性用粵語喎，粵語中年女性。好啦，繼續。深宮待了40年，什麼風浪沒見過？你以為瞞得過哀家？有啲咩問題呢？唔係普通話嘅，唔係路喎。佢呢句話呢，可能係普通話嘅表達，所以佢唔識用粵語嚟讀。等我改佢。生成 OK。本宮喺呢個深宮入面留咗40年，咩大風大浪未見過？你以為瞞到本宮？咦 ？OK 喎，呢個效果好啦。呢個 Voice CPM 發現一個問題，就係如果你用粵語嘅時候，你描述嘅文字咧都要一定係用粵語去書寫。問題我覺得有啲怪喎，好似呢個示例咁樣。雖然呢度正確嘅粵語表達係伙計唔該一個 A 餐，凍奶茶少甜。佢普通話嗰度咧就係伙計麻煩來一個 A 餐，凍奶茶少甜。其實佢普通話一樣都可以用粵語嚟讀㗎，只不過佢可能講得冇咁地道。好似頭先呢個男聲去讀本宮，好似有啲怪異咧。用翻呢個中年老女人深沉不可測嘅讀。睇下讀唔讀到。本宮喺呢個深宮入面留咗40年，咩大風大浪未見過？你以為悶到本宮？呢個都幾唔錯下，嗰啲簡單嘅試咗一下，感覺都 OK 嘅喎。不過而家我上網揾一段新聞俾佢試一試，就呢段啦。好啦，效果如何睇下6.17重播，經典角黎克懷念已故花旦陳敏兒係9.80。資深藝人陳敏兒於6月10日因病離世，令人惋惜。為與觀眾懷念這位 TVB 昔日花旦，無新明晚17日開始11點55分的深宵時段播映，
1982年經典絕集《麗特》，主要演員有劉德華、陳敏兒、葉德川、劉罩薇、劉江、曾慶瑜等。麗特由陳敏兒和劉德華首度擔正並飾演情侶，並奠定陳敏兒無線當家花旦地位。劇情主要描寫當年新一代警官的成長過程。陳敏兒與華仔在劇中飾演青梅竹馬的警校情侶江大偉及黃嘉琪。故事前半段，江大偉在學堂中對黃嘉琪呵護備至，譜出甜蜜學堂戀曲。然而隨着江大偉奉命潛入販毒集團擔任臥底，表面上必須自監獨落後，不知內情的嘉琪大受打擊，二人被迫展開虐心情感對峙，並成為了不少觀眾心目中無法超越的集體回憶。陳敏兒與華仔不僅在劇中留下令人難忘畫面，現人腳外同樣有不少經典趣韻。陳敏兒曾回憶指，當年嘅華仔非常愛玩，拍攝步抽戲時會與拍攝車賽跑。呢個配音真係令人崩潰。首先呢個音色呢，呢個指令呢係冇變過嘅，但係佢出嚟嘅效果呢，同頭先嗰段錄音呢，完全係兩個人讀出嚟嘅感覺。加上咧，佢啲字讀得好啦啦啦咳咳咁樣啦，跟住口音又好犀利啦，仲有好多字係讀錯嘅。我再改改啲提示詞，呢度我都係試下用翻佢呢個簡單啲嘅提示詞，用翻把男聲重新生成一次 ，OK 啦，出嚟。以晨6.17重播經典國麗德，懷念已故花旦陳敏兒19點安禪。資深藝人陳敏兒於6月12日因病離世，令人惋惜。為與觀眾懷念這位 TVB 昔日花旦，無線明晚17日開始11點55分的深宵時段播映1982年經典劇集《麗德》，主要演員有劉德華、陳敏兒、葉德叡、劉罩薇、劉江、曾慶瑜等。麗德由陳敏兒和劉德華首度擔正並飾演情侶，並奠定陳敏兒無線當家花旦地位。劇情主要描寫當年新一代警官的成長過程。陳敏兒與華仔在劇中飾演青梅竹馬的警校情侶江大偉及黃嘉琪。故事前半段，江大偉在月堂中對黃嘉琪呵護備至，譜出甜蜜學堂戀曲。然而隨着江大偉奉命潛入販毒集團擔任臥底，表面上必須自監獨落後，不知內情的嘉琪大受打擊，二人被迫展開虐心情感對峙，並成為咗不少觀眾心目中無法超越的集體回憶。陳敏兒與華仔不僅在劇中留下令人難忘畫面，二人腳外同樣有不少經典趣韻。陳敏兒曾回憶指，當年嘅華仔非常愛玩，拍攝步抽戲時會與拍攝車賽跑。今次嘅問題好似更加大。第一，佢個聲音咧後半段咧有啲雜音嘅感覺。第二，佢啲口音咧依然都係有少少口音，讀得唔係咁正，而且好多字詞。佢係讀咗普通話嘅音，甚至有啲字詞讀嘅連普通話嘅音都唔係，都唔清楚佢究竟讀嘅係特別嗰個獵音。我而家諗緊一個問題，就係佢呢個文稿咧，可能係書面語，佢讀出嚟咧，可能同口語咧有啲唔係好好嘅感覺。我試下將佢改成口語方式，再將問題。而家將我文稿改成即係口語化少少 ，OK 啦。某線6月17號重播經典系列獵鷹，懷念已故花旦陳敏兒。資深藝人陳敏兒在6月12號因病離世，真的很令人惋惜。天，我呢度個音色完全係冇改過嘅，人就變咗另一個人嘅聲音，仲要係變翻普通話。我頂佢個肺，真係。究竟我呢段話改得太咩？哦，我抄翻頭先嗰段，佢改得比較多口語化多啲嗰段先。我叫張文崖改成粵語嘅口語化。無線6月17號重播經典國麗剔，懷念已故花旦陳敏兒。資深藝人陳敏兒喺6月12號因病離世，真係令人好惋惜。為咗同觀眾一齊懷念呢位 TVB 昔日嘅當家花旦，無線由明晚17號開始喺11點55分嘅深宵時段播映1982年嘅經典國集麗剔。主要演員有劉德華、陳敏兒、葉德嬋、劉少薇、劉江、曾慶瑜等等。麗剔係由陳敏兒同劉德華首度擔正，仲要係飾演情侶嘅戲，亦都奠定咗陳敏兒無線當家花旦嘅地位。劇情主要描寫當年初出茅廬嘅新一代警官嘅成長過程。陳敏兒同延續到劇外都好老友嘅華仔，喺劇入面飾演青梅竹馬嘅警校情侶江大偉同黃嘉琪。故事嘅前半段，
江大偉喺學堂入面對黃嘉琪呵護備至，譜出咗一段好甜蜜嘅學堂戀曲。然而隨住江大偉奉命潛入變毒集團做卧底，表面上必須要自甘墮落之後，唔知內情嘅嘉琪大受打擊，兩個人焗住要展開一場虐心嘅情感對峙。呢個亦都成為咗好多觀眾心目中無法超越嘅集體回憶。陳敏兒同華仔唔單止喺劇入面留低咗令人難忘嘅畫面，兩個人喺劇外一樣有唔少經典趣聞。陳敏兒以前回憶返就話，當年的華仔非常之愛玩，拍部粗戲嘅時候仲會同架拍攝車賽跑。變翻粵語啦，但係好似佢講嘢好似趕頭趕命咁樣，啲字讀唔齊。無醒錄嘅字品號重播經典腳賴聽，無醒錄嘅字品號重播經典腳賴聽，資深藝人陳敏兒喺6月12號因病離世，真係令人好惋惜。為咗同觀眾一齊懷念呢位 TVB 昔日嘅當家花旦，無聲由明晚17號開始，喺11點51分嘅晚17號開始，喺1982年嘅經典深宵時段播映，主要演員有劉德華、陳敏兒、賴剔，主要演員有劉德華、曾憲瑜等等，賴剔係由陳敏兒同劉德華首度擔正，仲要係飾演同劉德華首度擔正，仲要係飾演當家花旦嘅地位，亦都奠定咗主要描寫當年初出茅廬嘅新一代情，主要描寫當年初出茅廬嘅新一代嘅愛嘅成長老友嘅華仔，喺劇入面飾演青梅竹馬嘅華仔女，喺劇入面飾演青梅竹馬嘅故事嘅前半段，江大偉喺學界入面故事嘅前半段，江大偉喺學咗入面好甜蜜嘅學堂戀曲，自然而隨住江大偉好甜蜜嘅學堂戀曲，然而隨住江大偉表面上必須要自甘墮落之後，做卧底，表面上必須要自甘墮落之後，兩個人唔知內情嘅加劇大心嘅情感對峙，呢個亦都展開一場虐心嘅情感對峙。呢個嘢都成為咗好多陳敏兒同華仔唔單止喺劇嘅回憶留低咗令人難忘嘅畫面，唔單止喺劇入面喺劇留低咗令人難忘嘅畫面趣聞。兩個人喺劇外一樣有唔少經典趣聞。陳敏兒以前回憶返就話，當年的華仔非常之愛玩，拍部粗戲嘅時候仲會同架拍攝車賽跑。真係離晒大譜。我叫佢唔好讀得太快，但係呢個中年男性語氣平和，我係冇改過嘅。佢而家變咗把女聲。個一致性好差喎，真係有啲離譜。我試下再生成多一次睇下點個款，因為無啦啦明明指明係男星，陣間始終係變咗女星咁樣。無聲錄得接集後重播經典腳裂踢入，懷念已故花旦陳敏兒。資深愛人陳敏兒喺6月12號因病離世，真係令人好惋惜。為咗同觀眾一齊懷念呢位 TVB 昔日嘅當家花旦，無聲由明晚17號開始，喺11點55分嘅深宵時段播映1982年嘅經典國集。唔好聽晒落去啦，我覺得有啲嘥時間，又係整咗把女聲俾我再調一調，就按照 TVB 新聞主播嘅聲線，按照新聞報導嘅語速，睇下佢理解到，重新嚟一次心情。無聲錄一格展啦號重播經典腳嚟聽，懷念已故花旦陳敏兒。資深愛人陳敏兒喺6月12號因病離世，真係令人好惋惜。為咗同觀眾一齊懷念呢位 TVB 昔日嘅當家花旦，無聲由明晚17號開始，喺11點55分嘅深宵時段播映1982年嘅經典腳集嚟聽，主要演員有劉德華、陳敏兒、葉德囧、劉兆薇、劉剛、曾慶瑜等等。嚟聽係由陳敏兒同劉德華首度擔正，仲要係飾演情侶嘅戲，亦都奠定咗陳敏兒無聲當家花旦嘅地位。劇情主要描寫當年初出茅廬嘅新一代警官嘅成長過程。陳敏兒同延續到劇外都好老友嘅華仔喺劇入面飾演青梅竹馬嘅警校情侶江大偉同黃嘉琪。故事嘅前半段，江大偉喺學堂入面對黃嘉琪呵護備至，譜出咗一段好甜蜜嘅學堂戀曲。然而隨住江大偉奉命潛入騙毒集團做卧底，表面上必須要自甘墮落之後，唔知內情嘅嘉琪大受打擊，兩個人焗住要展開一場虐心嘅情感對峙。呢個亦都成為咗好多觀眾心目中無法超越嘅集體回憶。陳敏兒同華仔唔單止喺劇入面留低咗令人難忘嘅畫面，兩個人喺劇外一樣有唔少經典趣聞。陳敏兒以前回憶返就話，當年的華仔非常之愛玩，拍部粗戲嘅時候仲會同架拍攝車賽跑。今次嘅生成效果咧就會好咗少少啦，就係佢個語速同埋咬字咧係會清晰咗好多，但係嗰啲口音咧依然都係好犀利。基本上係我哋粵語地區嘅人一聽就覺得佢口音實在太重啦，而且佢有好多嘅字都係讀錯嘅，特別嗰個獵鷹，我聽唔到佢讀乜鬼。我試下再生成一次，乜都唔改。
無聲六格之浸問號重播經典腳賴剔，懷念已故花旦陳敏兒，懷念已故花旦陳敏兒喺6月12號因病離世，喺6月12號因病離世，為咗同觀眾一齊懷念呢位 TVB 昔日嘅當家花旦，無聲由明晚17號開始，無聲由11點17號開始嘅深宵時段，播映1982年嘅經典國集《賴剔》，1982年嘅經典國集《賴剔》，主要演員有劉德華、陳敏兒、劉剛、曾慶瑜等等。賴剔係由陳敏兒同劉德華首度擔正，仲要係飾演情侶嘅戲，仲要係飾演情侶嘅戲，無聲當家花旦嘅地位。而無聲當家花旦嘅當年初出茅廬嘅新一代當年初出茅廬嘅新一代警官嘅成長過程，都好老友嘅華仔，都好老友嘅華仔，竹馬嘅警校情侶，江大偉同黃嘉琪女，故事嘅前半段，江大偉喺學堂入面對黃大偉喺學堂入面配出咗一段好甜蜜嘅學堂戀曲，配出咗一段好甜蜜嘅學堂戀曲。奉命潛入，隨住江大偉奉命潛入，表面上必須要自甘墮落，表面上必須要自甘墮落之後受打擊，之內兩個人焗住要展開一場兩個人焗住要展開一場，呢個亦都成為咗好多觀眾心目中無法超越嘅集體回憶。陳敏兒嘅集體回憶，單止喺鏡入面留低咗令人難忘嘅畫面，留低咗人喺鏡外嘅畫面，一樣有唔少兩個人喺鏡外，一樣有唔少經典版就話，陳敏兒的華仔非常之愛玩，當年的華仔非常之愛玩，仲會同架拍攝車賽跑，仲會同架拍攝車賽跑。音色參考係同樣嘅參數，讀嘅文稿同樣嘅文稿，指定係女聲，第一次撳嘅係女聲，第二次撳嘅係變咗男聲。雖然佢語速嚟講係 OK 嘅。我睇下佢有咩高級選樂設置先啊！拉到最高啦，拉到盡，開始生成。無聲錄7指浸那號重播經典角賴剔，懷念已故花旦陳敏兒。資深藝人陳敏兒喺6月12號因病離世，真係令人好惋惜。為咗同觀眾一齊懷念呢位 TVB 昔日嘅當家花旦，無聲由明晚17號開始喺11點55分嘅深宵時段播映1982年嘅經典國集《賴剔》，主要演員有劉德華、陳敏兒、葉德宸、劉皺薇、劉剛、曾慶瑜等等。《賴剔》係由陳敏兒同劉德華首度擔正，仲要係飾演情侶嘅戲，亦都奠定咗陳敏兒無線當家花旦嘅地位。劇情主要描寫當年初出茅廬嘅新一代警官嘅成長過程。陳敏兒同延續到劇外都好老友嘅華仔，喺劇入面飾演青梅竹馬嘅警校情侶江大偉同黃嘉琪。故事嘅前半段，江大偉喺學堂入面對黃嘉琪呵護備至，譜出咗一段好甜蜜嘅學堂戀曲。然而隨住江大偉奉命潛入判毒集團做臥底，表面上必須要自甘墮落之後，唔知內情嘅嘉琪大受打擊，兩個人焗住要展開一場虐心嘅情感對峙，呢個亦都成為咗好多觀眾心目中無法超越嘅集體回憶。陳敏兒同華仔唔單止喺劇入面留低咗令人難忘嘅畫面，兩個人喺劇外一樣有唔少經典趣聞。陳敏兒以前回憶返就話，當年的華仔非常之愛玩，拍步操戲嘅時候仲會同架拍攝車賽跑。又係變咗把男人聲，讀下，越讀越快，再嚟生成多一次，睇下佢嘅音色一致性高唔高。無聲6格子浸那號重播經典腳賴剔，懷念已故花旦陳敏兒。資深藝人陳敏兒喺6月12號因病離世，真係令人好惋惜。為咗同觀眾一齊懷念呢位 TVB 昔日嘅當家花旦，無聲由明晚17號開始喺11點55分嘅。我真係頂佢唔順，又變翻女聲啦！我試啲提示詞，再努力啲描述得清晰啲。呢度唔好用 TVB 啦，女聲，中年女性，語速平和，拉到最高啦。無聲錄嘅資深一路經典腳賴剔，懷念已故花旦陳敏兒。資深藝人陳敏兒喺6月12號因病離世，真係令人好惋惜。為咗同觀眾一齊懷念呢位昔日嘅當家花旦，由明晚17號開始11點51分嘅深宵時段播映1982年嘅經典國集《賴剔》，主要演員有劉德華、陳敏兒、劉皺薇、劉剛、曾慶瑜等等。《賴剔》係由陳敏兒同劉德華首度擔正，仲要係飾演情侶嘅戲，定咗陳敏兒無線當家花旦嘅地位。劇情主要描寫當年初出茅廬嘅新一代長官嘅成長過程。陳敏兒同劇外都好老友嘅華仔，喺劇入面竹馬嘅警校情侶江大偉同黃嘉琪。故事嘅前半段，江大偉喺學堂入面對黃嘉琪呵護備至，出咗一段好甜蜜嘅學堂戀曲。然而隨住江大偉奉命進入做臥底，表面上必須要自甘墮落之後，情嘅嘉琪大受打擊，兩個人焗住要展開一場虐心嘅情感對峙，亦都成為咗好多觀眾無法超越嘅集體回憶。陳敏兒同華仔唔單止喺劇入面留低咗令人難忘嘅畫面，兩個人喺劇外一樣有趣聞。陳敏兒以前回憶返就話，當年的華仔非常之愛玩操戲嘅時候，仲會同架拍攝車賽跑。今次嘅生成好似結果都係唔係好理想，因為佢中間有一段咧，感覺好似有啲重音定係回音嘅感覺。我試下再生成一次，睇下佢個一致性。無聲錄嘅字乜啦號重播經典腳賴剔，懷念已故花旦陳敏兒。資深藝人陳敏兒喺6月12號因病離世，真係令人好惋惜。
為咗同觀眾一齊懷念呢位 TVB 昔日嘅當家花旦，無綫由明晚17號開始喺11:55嘅深宵時段播映1982年嘅經典腳集《賴剔》，主要演員有劉德華、陳敏兒、葉德囋、劉少薇、劉江、曾慶瑜等等。《賴剔》係由陳敏兒同劉德華首度擔正，仲要係飾演情侶嘅戲，亦都奠定咗陳敏兒無綫當家花旦嘅地位。劇情主要描寫當年初出茅廬嘅新一代警官嘅成長過程。陳敏兒同延續到劇外都好老友嘅華仔喺劇入面飾演青梅竹馬嘅警校情侶江大偉同黃嘉琪。故事嘅前半段，江大偉喺學堂入面對黃嘉琪呵護備至，譜出咗一段好甜蜜嘅學堂戀曲。然而隨住江大偉奉命潛入電毒集團做臥底，表面上必須要自甘墮落之後，唔知內情嘅嘉琪大受打擊，兩個人焗住要展開一場虐心嘅情感對峙。呢個亦都成為咗好多觀眾心目中無法超越嘅集體回憶。陳敏兒同華仔唔單止喺劇入面留低咗令人難忘嘅畫面，兩個人喺劇外一樣有唔少經典趣聞。陳敏兒以前回憶返就話，當年的華仔非常之愛玩，拍部粗戲嘅時候仲會同架拍攝車賽跑。大家有冇發現呢啲音色呢依然有啲區別唔一樣，但係呢就相對接近少啦，起碼都唔會係男聲變咗女聲咁樣樣，真係一言難盡。好似嗰個語朗讀嘅速度呢，好似都係比較急急腳咁樣樣。再嚟。好聲60級接10號重播經典腳賴剔，懷念已故花旦陳敏兒。資深藝人陳敏兒喺6月12號因病離世，真係令人好惋惜。為咗同觀眾一齊懷念呢位 TVB 昔日嘅當家花旦，無聲由明晚17號開始喺11:55嘅深宵時段播映1982年嘅經典腳集《賴剔》，主要演員有劉德華、陳敏兒、葉德囋、劉少薇、劉江、曾慶瑜等等。《賴剔》係由陳敏兒同劉德華首度擔正，仲要係飾演情侶嘅戲，亦都奠定咗陳敏兒無聲當家花旦嘅地位。劇情主要描寫當年初出茅廬嘅新一代警官嘅成長過程。陳敏兒同延續到劇外都好老友嘅華仔喺劇入面飾演青梅竹馬嘅警校情侶江大偉同黃嘉琪。故事嘅前半段，江大偉喺學堂入面對黃嘉琪呵護備至，譜出咗一段好甜蜜嘅學堂戀曲。然而隨住江大偉奉命潛入編讀集團做臥底，表面上必須要自甘墮落之後，唔知內情嘅嘉琪大受打擊，兩個人焗住要展開一場虐心嘅情感對峙。呢個亦都成為咗好多觀眾心目中無法超越嘅集體回憶。陳敏兒同華仔唔單止喺劇入面留低咗令人難忘嘅畫面，兩個人喺劇外一樣有唔少經典趣聞。陳敏兒以前回憶返就話，當年的華仔非常之愛玩，拍部粗戲嘅時候仲會同架拍攝車賽跑。呢個好似個語速慢咗少許啦，但係依然都係感覺唔係好理想，同埋呢，中途有啲音色呢，有啲回音嘅感覺，唔係好掂當咯。再生成一次睇下個一致性。先6月17號重播經典角賴剔，懷念已故花旦陳敏兒。資深藝人陳敏兒喺6月12號因病離世，真係令人好惋惜。為咗同觀眾一齊懷念呢位 TVB 昔日嘅當家花旦，無線由明晚17號開始喺11:55嘅深宵時段播映1982年嘅經典國集《賴剔》，主要演員有劉德華、陳敏兒、葉德囋、劉少薇、劉江、曾慶瑜等等。《賴剔》係由陳敏兒同劉德華首度擔正，仲要係飾演情侶嘅戲，亦都奠定咗陳敏兒無線當家花旦嘅地位。劇情主要描寫當年初出茅廬嘅新一代警官嘅成長過程。陳敏兒同延續到劇外都好老友嘅華仔喺劇入面飾演青梅竹馬嘅警校情侶江大偉同黃嘉琪。故事嘅前半段，江大偉喺學堂入面對黃嘉琪呵護備至，譜出咗一段好甜蜜嘅學堂戀曲。然而隨住江大偉奉命潛入騙毒集團做臥底，表面上必須要自甘墮落之後，唔知內情嘅嘉琪大受打擊，兩個人焗住要展開一場虐心嘅情感對峙。呢個亦都成為咗好多觀眾心目中無法超越嘅集體回憶。陳敏兒同華仔唔單止喺劇入面留低咗令人難忘嘅畫面，兩個人喺劇外一樣有唔少經典趣聞。陳敏兒以前回憶返就話，當年的華仔非常之愛玩，拍部粗戲嘅時候仲會同架拍攝車賽跑。嗰個語音嘅一致性基本上測試咗係唔 OK 嘅，同樣係一個語音嘅音色嘅提示詞，兩次嘅結果唔一樣嘅，而且係同一段話。Voice CPM 2嘅粵語 TTS 測試結果就係不可用。雖然 Voice CPM 號稱支持全球30種語言、9種中文嘅方言，其中包括粵語。但係喺粵語嘅測試當中呢，我認為個可用性係比較低。首先從幾方面去評價一下佢啦。第一，個音色控制、發音嘅質量同埋語言嘅一致性、純正性。首先嚟講下嗰個語音控制。CPM 嘅音色控制呢係通過 promote 即係提示詞嚟控制佢嘅音色嘅。咁號稱你可以用自然語言去創建一個屬於你自己嘅音色啦，你可以指定係男女啦、年齡啦、
聲線係點樣啦，但係實測嘅結果就係非常之差啦，基本上係控制唔到嘅。首先最基本一個係男聲、女聲呢個控制都係控制唔到嘅。你寫咗喺上面寫住女聲又好，或者男聲又好，佢生成出嚟俾你嘅結果就係有機會係男聲，有機會係女聲，根本係唔知佢係隨機定係順序咁出啦。反正我同一個 promote 嘅提示詞都係寫住男聲好、女聲又好，佢出嚟嘅聲音有時係男，有時係女，唔知道。同埋佢嘅音色嘅隨機性都係比較高嘅。最大嘅問題就係我同樣一個提示詞，同樣一個朗讀文本生成2次，佢出嚟嘅音色都係唔一樣嘅。呢個對於喺現實生產環境嚟講係一個比較難以去喺實質上應用，因為你可能一個短劇或者係一個口播，咁你可能生成呢個音調，你可能係每一集都係要相同嘅音色嘅。咁你每一次去用同一個提示詞生成嘅音色係唔一樣嘅，咁你係好大問題咯。咁雖然大模型有一個特色就係每一次生成嘅結果可能係都係有啲偏差唔一樣嘅，但係對於配音呢個音色嚟講，呢個係一個不可接受嘅。咁你又冇話每次生成俾一個生成嘅 ID，可以每次用翻呢個 ID 去生成同樣嘅音色，呢個佢係一個好欠缺咯。咁唯一一個方法嘅，我估計就係你生成咗一個比較滿意嘅音色之後，你就係攞呢個錄音稿再去克隆呢個音色。但係我覺得咁樣做係一個有啲繞圈嘅做法。好啦，咁輪到佢個發音質量啦。發音質量咧，佢讀啲字詞咧係讀得唔係好字正腔圓，係好似有啲講腳比較急速去讀，好多字啲尾音啊冇讀出嚟嘅，讀得特別快嘅。就算你提示詞叫佢讀慢啲都好啦，佢依然都係視若無睹咁，都係佢有佢讀。咁我咁多輪測試落嚟，可能係只有一個語音生成嘅個語音個速度係相對係比較好，同埋讀得比較好。大多數時候讀得都係比較差嘅。仲有一個比較致命嘅缺點就係佢讀粵語嘅時候，佢好多字係讀錯嘅，而且係好嚴重嘅錯誤。即係有時好多粵語配音佢會讀咗啲普通話音，佢可能係唔單止讀錯，佢會讀錯字咯。仲有係個語種一致性啦。頭先講佢有啲字係讀錯嘅。第一，佢可能讀錯普通話，而且我發覺佢可能唔係讀普通話，都唔知讀咗啲話出嚟，可能河南話或者係閩南話、上海話，我就唔識啦嗰啲。反正嗰個字佢讀出嚟嘅音又唔係普通話，又唔係粵語，我懷疑佢係混雜咗其他方言落去，所以佢呢個音色表現係非常之差嘅。呢個 Voice CPM 喺粵語嘅狀態下係基本上係不可用嘅。對於佢語音克隆咧，我係冇試到嘅。畢竟佢連最基本嘅字詞、語速、語調都控制唔到，咁語音克隆基本上都冇咩測試嘅意義啦。大家都睇到呢度啦，俾個 like 啦，加個關注，下次繼續有廣東話嘅 TVS 測試嘅。